小放牛又响起了，好，又要爱说笑了。来，三月里来，桃花儿红，杏花儿白，水仙花儿开。又只见那芍药牡丹全一开，爸妈一儿一哟嘿。你要吃，我要吃，好酒就上杏花村。哎，对，有一个先生啊，因某安尼吼，足好嫌的，嫌东嫌西，这个平常生活在他太太面前就没有什么尊严。太太讲定来个骂讲，你这查某人要算啥？趁钱也不是讲趁介多，对不？讲你缘投你也无缘投，哎呦，对吧？身体也无用，对吧？也不能满足你，你各方面都几乎是不像个男人嘛，对不对？哇，在我面头前叫我做恁某，你做阮翁。就做我整个家庭的这个家长，我实在夸你这么贵眼啊！你好，哎呦，两人来找他呢。先生一看，吼，不要说是我这个男人好像被你说的像废物一样，干脆我就离家出走，然后照样。哇，宝贝，我成功，我绝对不要等下进了出来，不成功就不回家，开始出去打拼，努力工作。可是还是到处碰壁，出去了将近半年的时间。找来找去还是找那几万块的生意，他是很努力之下还存了个30万。哎呦，还不错。哎，这样子一定要到出人头地，那距离还是太远了。干脆就带了这30万，好好回到我家里去吧，就做我这个没有用的先生算了。哎，这样回去的时候，到这个雅琪亚吧，雅琪亚来行行的，一看到一个人，哎。本店卖这药丸不是臭单，查甫人身体若是歹，食了我这药丸落去，马上你就有好像讲了，听了很久，听了半点钟，人客话拢走啊，剩下他先生，啊你对阮这个组团的药丸啊真有兴趣，讲真正食到家庭若要幸福，无撇步呀，食我绝对和你太太 happy。哎呦，七天，先生一看说，是啊，我的几世人好一万趟，刚才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哎呦，这几十万的干脆就看好了。干脆在男人的本色上，在这个床事方面能够满足太太，30万就全部花下去买啊？不是，就是这样打算嘛，把这个钱买一点这个好的药回去，尽一点先生的义务，这样也不错啊。虽然没有说照开始离家的时候那种愿望，通通达到出人头地，是这一点看能不能讨得太太欢心就算了。好回家做个下台阶嘛。先生，就是我的苦衷就是安尼，他讲回听，你找我来找着人，而且药丸给他存3粒。阮组团的拢总嘛，才存这3粒俩。哎呦，这3粒个，这怎么算法？1粒爱砸班。哎呦，一看口袋，那你家注戏不会才不会这3粒。多省省的3班。先生，安尼我能不能试吃一颗？哈，气夹这1粒都砸班，本来是气夹，买你都3粒拢买去。你只有3颗嘛，你吃1个没关系。你还有2个，看你要用在什么时候都可以。哎呦，你买都要用3粒拢买，讲好吧，大概嘛是老天爷注定。多赚30万，多这个开价嘛30万，就好了。后来为了为啥呢？你甲我讲，你讲，今晚你就食了，我甲你教，结果有撇步，伊讲食了才会使，先吃了1粒，接着都无效果，我讲不，我这个药丸吃下去啊，还要学火车的声音，呼一声，伊就会起来，讲真是有效，敢不一样？试看你呼看没讲，哎呦，真的有感觉，哎呦，真是惊喜。哎，马上睡梦中就起来的，几下哎起来讲，哎呦，这先生真是有效呢，哇，这找对人了。但是安尼一看已经半个钟头了，安尼无落去嘛，真歹看，行路嘛歹行，这嘛配步嘛是爱甲你教，嘘，就落去啊，他们真是你起来，嘘，哎呦，马上真的又睡着，马上就停站了，哇，这药丸还真绝了。还有声音辅助的，多谢，我来照，真的有效就走了，马上搭火车回去，先回上火车前，哎呀，吞得太早，吞了1颗，哎呦，好高兴有效，哇，一直下一直到台北以前，拢都加厚的对，随时touch一下都很好，一到了台北，到站了，台北的旅客下车。
我来靠腰，当牛第二个都无好，都没让对。我是要发出10万就安尼哇，气体还放气嘛？我第二个消息了，哇，第一颗是实验性的，第二颗也没有了，第三个很宝贝的，干脆走到家门口再说好了。到了家门口啊，就，哎，第三个突然就叮咚，呜，哗起来了，你自己画。太太一开门，喜力啊，你来打在困呀，你那在困哇，30万弄不。这注定了吧？哎呦，还好伊无万叹一死啊！哎呦，这人真歹命哦！哎，是讲这块的有完了，你知有无？我你那我嘛比他生还贵了，外面的声音干扰太多了。10万，惊死啊！是啊，嗨呀，好你刚才那个算没害，你这得心态不用。我当然啦。